会大家平安，平安。咱的敬拜咱的早祷会特别开始，请咱先备办心来准备咱今仔日的早祷的时间。做伙来祈祷，天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清早的时就来敬拜你。主，阮感谢你赐了祈祷的稳定甲权柄，互阮伫清早的时会当伫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主啊，会当向你祈祷是何等大的福气甲稳定。主啊，帮助阮去掉即个福气甲稳定。互阮伫祈祷内面，甲主阁有较深的连结。主啊，帮助阮伫祈祷内面，成做教会，成做正人，成做阮家己的祝福。主啊，愿你开启祈祷的稳定，祈祷的火伫内面，互阮的祈祷成做有力的祈祷，互阮的祈祷成做一个芳芳的祭献，互主。阮将今仔日早祷会，阁阮下面的敬拜，拢交托伫你的手。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你是信实的上帝。咱用这首诗歌，诚做一个祈祷，安静心伫咱的主的面前，咱来听候咱的主来帮助咱的心得到快乐。我的心安静伫你。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保证，我心所听，帮助家己。开嘴学乐咱的上帝，因为上帝是堪得学乐的。咱嘛当这时来伫主的面前来认咱的罪，咱时常犯大大小小的罪，咱若无向上帝认罪，咱可能会搁伫迄罪内面重复搁重复。所以咱嘛向主来认罪，咱来开嘴学乐咱的上帝，咱嘛向咱的主来认咱的罪，咱做伙开嘴。开嘴来向你来学乐，你是堪得学乐的主，你是大君王，你是主爱天父，你是永远的天父，你就是阮的石盘，甲是阮的磐石。主啊，阮要成做你的囝儿，阮要时常学乐你的名，因为学乐你的名，阮要得到快乐，阮要得到稳定。主啊，阮学乐你的同时，阮嘛要恳求你赦免阮的罪。主啊，阮常常
伫阮的生活内面，伫阮的家庭，也是阮的工课内面去得失人。求主帮助阮有改变的心，主啊帮助阮遐稳捌的罪会当得到彰显，互阮家己知影阮的罪，互阮常常谦卑，互阮嘴讲好话来祝福别人。主祝福阮的生命改变，互阮成做一个祝福的管道，互阮会当成做传福音的管道。主帮助阮，复兴阮的生命，改变的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得到主你的喜爱。愿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所以，咱来看两段圣经，伫耶利米哀歌3章25节，会当咱做伙来念。既若听候耶和华找求伊的，伊要施恩予因。诗篇25篇第4节甲第5节，咱嘛做伙念。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通得听候你。听候上帝的功课是咱真做上帝囝儿每一工拢爱做的。咱有当时足心急的，感觉祈祷的时阵，上帝伊敢有成就？其实上帝爱咱常常听候伊，常常谦卑伫个面头前祈祷。耶利米哀歌3章25节讲，听候伊的心内找求伊的，伊要施恩予伊，施恩予伊。咱下面搁来看华语的，伊安怎讲吼，搁较详细，会当读一解华语吼来。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诗篇。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道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咱真做一个基督徒，较重要的就是咱爱求上帝将伊的真理、将伊的道路指示咱。咱是软弱的人，咱常常犯罪，所以咱来常常求上帝真理来引带咱、教导咱。因为伊是救咱的上帝，所以咱终日规日时常每一个时刻，听候上帝，听候上帝改变咱。圣神常常甲咱三角地地改变咱。帮助咱，互咱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真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囝儿。咱煞接，咱要为几项代志来祈祷。咱要为咱个人的需要所面对的困难困境，咱的身体健康，咱的工课，各种的挑战，特别为着咱厝内面的和谐，厝内面的人的平安、健康、经济，特别健康非常重要。最近咱真侪人因为流感的关系，真侪人身体无爽快。求上帝帮助咱，将这个医治的稳定手术予每一个家庭甲个人，互咱的身体得到恢复。特别咱用较长的时间来为咱家庭、为咱家己来祈祷，咱做伙开嘴。中，也是治疗中的肢体，也是家庭陪伴的厝内面的人，为因献上祈祷。伫教会中、大业中，也是经济困难的兄弟来祈祷。特别咱来为咱每一个家庭来祝福，坐伫你边仔的兄弟姊妹，你嘛替伊祝福，互咱做伙开喙来为这段来祈祷。是主耶稣，你是医治的主，我们将阮教会中所面对的兄弟姊妹。
疼的台湾来祈祷。为着咱台湾徛起的平安来祈祷，咱台湾常常有地动即个困扰甲惊吓。咱特别南部最近有足侪地动，咱求主保守咱有心有平安，专心倚靠上帝。求主来掌管伫这地动的灾害，会当紧紧恢复。保守伫遐灾难中的百姓，会当紧紧重新建立因的家园。那么为着台湾主的福音会当传遍咱的台湾每一个人来献上祈祷。咱看足侪人佫毋捌主，实在是真可惜。咱会当坐伫遮，咱实在是上帝所拣选，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咱为着这两项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教会来祈祷，求主保守，互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咱有愿意的心来，互上帝来甲咱造就，互咱的生命拢得到改变。兄弟姊妹搁较迫切的心，会当投入伫每一个服侍内面。咱为着咱这两项来献上祈祷。咱来为着咱今仔日2顿的礼拜来祈祷，为着今仔日所讲道的詹姆斯来祈祷，求上帝圣神甲三甲地地，互伊所开拓所今仔日的主题，拢对咱兄弟姊妹有帮助。为着咱会友，咱每一个人，咱个人拢有敬虔的心来祈祷。咱敬虔的心非常重要，所以咱要敬虔的心来敬拜咱的主。为着咱每一个服侍团队有合一的服侍来祈祷，为着主基督查经班门徒课程，才会将咱伫今仔日所进行的每一个服侍，咱同心开嘴。做伙来宣告，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家，真理的调教，是活出听的健康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信徒怜悯丰盛的教会，是门徒培育的教会。阿门！请咱起立，继续起来敬拜咱的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活的救我，无言隐藏，我拢总袂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关怀放散我，令我一生和你的旨意的家。
兄弟姊妹，咱继续来敬拜来主，起来学乐咱的主。见到你，阮心内有平安。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伴照，你是主爱信实公义的主。我们时常来敬拜你，伫敬拜你内面，愿得到快乐，愿得到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你，愿用圣哉全能的上帝来敬拜你。上帝，宇宙拢宣扬你的荣耀，万国万邦齐来敬拜，全地大声呼喊，荣耀拢归于你，哦，路拢归。
248首，新圣诗248首。我的兄弟，全能君王，你名我要永远尊崇。主我兄弟，只管知道，每当前途无悔茫茫。期待面对，期待我路，你观念世界团部，我要受你的表所罪，尊贵荣光，威严威惠。你的公义冠冕伟大，我的公义何能拢在？你的保佑主你大有，受光荣你的敬尊，你有为高我灵，无愧受起主爱无尽，是阮的一切所做，用心感谢，用嘴有路。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互阮伫透早起来来阿罗你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阮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叫你帮赞伫今仔日新的一日，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祝福伫阮每一个来参与礼拜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阮搁一摆来领受到主你要来对阮所讲的话，对阮的恩典，对阮每一个人享受新的快乐。主啊，帮助阮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我嘛含你有搁较亲密的关系，含你会当来相亲近，嘛搁较认捌你的奇妙，认捌主你的旨意。愿今日早起时的礼拜，真做是一个荣耀的礼拜，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伫主你的主。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我要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袂得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真。阿免。大家请坐。咱做伙来启应。启文17篇，诗篇65篇。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的河水满满。你管握残垣收平的土地，
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学了你，尊重你，主你是赐平安的上帝，你是医治阮的上帝，供应阮的上帝，也是替阮开路的上帝。主你是改变阮性命、听阮祈祷的上帝。你嘛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你是行新约奇事的上帝。伫人所袂话的，伫你凡事拢会。你是阮四围的盾牌。是阮的荣耀，阁是互阮额头的上帝。你是阮的快乐，是阮的关带，是阮的避难所，阁较是伫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主求你担当阮一切重担甲困难，假使阮有受教的灵。无搁喙讲交托，总是心无透放。求你拄起阮心内惊吓甲忧愁，虽望检测还看袂到解决困难的方法，总是阮知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的确要用恩典压看阮，你看阮亲像宝贝。我们相信，你对阮的旨意是美好的，是水的。主，阮愿意降服伫你，信靠你，互阮有属灵的眼光来行头前的道路。天父，阮也感谢你，49年来，你赐了满满的祝福甲恩典伫富强教会中间。你嘛找遣4任7位牧师来协助教会。虽然即马因伫无共款的所在咧服侍，但是拢是上帝的国度，拢是上帝你所欢喜的。阮伫每一个牧师的身上，拢看见温柔、谦卑、甲疼痛。也因为因看无家己对教会的付出，塑造阮富强教会疼甲温暖的特质。所以感谢主，当侪人伫因生命伫经历困难的时阵，阮会当及时互因疼甲关怀，会当帮助因行出失志甲软弱。搁较重要的是，因通伫富强教会来认捌上帝。阮相信认捌上帝，的确是因一生上大的福气。我嘛恳求你带领富强教会持续行伫上帝的心意中间。阮对你遐领受恩典，阮也愿意将对你遐所领受满满的祝福。来祝福其他的教会，特别是伫阮迈向明年50周年，阮搁较愿意诚做正教会的祝福，诚做即个城市福音的出口。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主求你怜悯。
享受上帝的话。咱来看圣经马可福音11章15节至19节。马可福音11章15节至19节。后来因到耶路撒冷，耶稣入去圣殿，起手将伫殿内底买卖人赶出去，佮车倒换钱人的倒啊，甲卖粉鸟人的椅仔。伊嘛毋准人摕物件伫圣殿做通路过来过去。伊教是因讲，圣经敢无记载，我的厝要叫做万民祈祷的殿，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这市长甲经学教师听到，就一直想办法要害死耶稣。毋过因真惊伊，因为群众对伊的教示拢真感服。访问的时，耶稣甲门徒出去城外。现时，咱请圣乐队、吟诗煞，也请查牧师、主礼、讲道、题目是做伙来礼拜系列第6万民同心的祈祷。
现在今晚大家平安。今晚咱伫新春假期结束了后，又愿来到伫上帝圣殿做伙来敬拜俄罗斯。愿上帝赐伫今仔早起是下礼拜，也特别愿上帝赐福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身心灵拢得到勇敢。特别伫这几天，咱看见天气在变化，那么看见伫台湾最近有侪人感冒吼。我昨看新闻讲，这个除了台湾有足侪这个感冒的人以外，伫这个春节的这个假期，有24万的台湾人有肠啊的毛病，肠啊的毛病。啊，我嘛是其中一个啦，我其中一个。伫咧过年的时阵，初二我无思量转去花莲，想我转花莲真欢喜，结果迄天暗时开始吐啊，所以这个假期有一半时间拢伫拢咧吐的当中来经过吼。但是感谢上帝，即马有缘徛伫遮吼，代表已经健康啊吼。但是嘛，愿上帝所有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吼，特别伫这真正天气变化的时阵，互咱身心灵拢得到勇敢吼，互咱逐工拢享受到主的恩典，享受伫主的带领内面。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之前，咱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引带阮伫今仔早起时来到伫主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阮，透过今仔早起时圣经的话语。搁一摆对阮来讲话，也真做是阮生命真实的帮助，也透过你的话语，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求上帝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时也安静阮的心，会当注神伫你的心上，注神伫你的话语，也特别今仔日阮有圣餐的圣礼典，求你也透过圣餐，互阮搁一摆思考阮甲你的关系，透过圣餐也搁一摆来思考。你的恩典，你为阮救赎的代价，以及对阮每一项生命重要的意义。求上帝帮助，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摆来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日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伫咱每一摆来做礼拜的时阵的一个来做礼拜时阵，有无非常侪无共款的定数。其中有一个定数叫做祈祷，有一个定数叫做祈祷。像拄仔咱的陈佑长老带咱伫头前有做伙做一个公道。伫咱礼拜头前，咱的敬拜俄乐，咱的带领者嘛带咱做了非常侪礼拜前的祈祷。透过无共款祈祷的方式，透过无共款祈祷的内容。互咱会当做伙祈祷，也做伙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今日牧师要和大家来做伙分享，伫咱礼拜的过程中，咱做伙来祈祷。伫礼拜过程当中，透过咱做伙同心的祈祷，咱做伙嘛来领受上帝的旨意。今日咱所看的经文，短的经文，咱看见耶稣伊。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伊和伊的门徒做伙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伫迄个时阵，耶稣看见圣殿已经失去原本应该有的功能。当耶稣到伫迄个圣殿的时阵，伊看见内底乱糟糟，看见迄个圣殿原本应该是爱敬拜的所在，原本应该是正人爱伫遐祈祷的所在，但是却发生侪人伫遐做买卖，足侪人伫遐为着家己的利益。所以伫耶稣时代的圣殿。政治也是经济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原本人伫遐敬拜、人伫遐朝见上帝重要。大家到伫迄个所在开始咧想讲，我会当伫迄个，我伫遐会当得到啥物我要得到的，却袂记讲伫迄个所在是要敬拜上帝，却袂记迄个所在是要互大家会当伫遐做伙来朝见上帝。大家开始咧想，我伫遮我要安怎摆搭，伫遮我要安怎来。换这的钱，所以当时耶稣和伊的学生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迄时阵拄好要过一个叫做搬过节，迄阵有侪为外口来的人，伊嘛要来圣殿做伙来敬拜。但是咱在到远途的时阵，因远途爱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伊无法度早遮的动物，无法度远途真困难早遮的动物。
所以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外面，都有人伫开始卖这动物，或者外来的人会当来献上这动物。但是，搁另外一项，这动物必须爱这祭司检查讲，这动物是健康的，是无下事的，才会当来献上献祭。所以，祭司爱检查，祭司爱讲，这个会使，这只动物会使，才会使。另外，伫耶路撒冷圣殿阁有一个规定，袂当用罗马的钱，一定爱换耶路撒冷圣殿的钱。所以，这人就必须爱摕因家己的钱，到伫圣殿去换耶路撒冷圣殿的钱。所以，这就产生一项代志，咱就看伫教会，咱就想象伫教会内面有侪人，咱即马咧做礼拜时，有侪人伫这个礼拜堂内面在卖物件，有人伫这个礼拜堂内面有人在换钱，伫这个礼拜堂内面有人在行来行去。所以，伫迄个当时应该是爱一个非常敬拜的时刻。但是却和想象的无共款。但是讲转来，其实这非常合理，对吧？因为拄仔讲，遮远途人要杀动物足困难啊。圣殿嘛规定讲一定要用因的钱，所以非常的合理。那呢，为什么耶稣要上去？为什么耶稣要伫迄个时阵上去？啊，甲伊的刀啊，全部拢甲扁倒，甲车倒，将所有人甲赶出去。其实耶稣真正上去的，是原本甲上帝当三千军美好的所在。已经失去原本有的功能。当耶稣含伊的门徒行入到圣殿时，还未行到真正圣殿内面，到伫迄个外邦人的迄个外邦人院上外口的时阵，原本外邦人院设立的时阵，就是为着遮远远的人来，为着遮外邦人，毋是犹太人会当伫遐敬拜的所在，所以其实嘛算是圣殿的一部分。但是遮人却伫这个外邦人院伫遐做买卖动作，所以耶稣非常生气。所以，咱看见耶稣上去，是因为原本美好的所在，却失去原本的功能。原本每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还是所有的人，应该万民拢爱伫这个所在，会当做伙祈祷，会当做伙敬拜。但是，即马却无法度享受平安，无法度享受安静的时刻。所以，耶稣非常生气，耶稣非常生气。为什么原本一个应该爱万民伫遮祈祷，无分你？无分我，无分任何利益，是大家做伙伫遮同心，做伙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了解上帝。但是即马却变做是安尼，所以耶稣起生气，伊就讲，这个所在应该是一个万民祈祷的殿，这个所在应该是一个万民做伙同心伫遮敬拜，伫遮祈祷。伫遮做伙娱乐的所在，所以咱透过今仔这个经文，耶稣所看到圣殿的模样，耶稣嘛讲，圣殿应该是真做是一个祈祷，真做是一个万民同心祈祷的所在。咱做伙嘛来思考，嘛来学习，伫咱的教会，伫咱每一个礼拜的时阵，咱安怎来做伙祈祷？咱安怎做伙追求上帝的心意？安怎同心合意？伫上帝面前，做伙来祈祷，做伙来追求伊。这项代志无说明大家分享，万民同心的祈祷。第一个，咱这学习，互祈祷真做是复兴的源头。互祈祷真做是复兴的源头。这个复兴的源头，毋但是真做是咱教会复兴的源头，也真做是咱每一个人性命复兴的源头。万民同心的祈祷，毋但是真做是咱教会复兴的源头。也真做是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重新更新、恢复、复兴的源头。咱搁一个看拄仔经文，耶稣含伊的学生到伫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到伫圣殿就将圣殿内面所有做买卖的人拢赶出去。伊将伫换钱的、遮卖粉饺的，因的桌下全部甲车倒。伊嘛不准任何人摕任何的物件伫圣殿内面行来行去。拄仔所讲，其实买卖也是遮卖遮的动物，其实无啥物毋对。但是因袂当伫外邦人因所在来进行买卖，因应该离开到伫圣殿。因袂记哩圣殿是为着啥物？因袂记哩到伫圣殿是要来祈祷的。因袂记到伫圣殿是要来朝见上帝。当时的圣殿佮规定一项代志，只要你到伫圣殿的范围内面，你袂当举拐啊！你袂当举拐啊！
然后你嘛袂当穿黑白穿鞋啊，然后你甚至你嘛袂当将你的钱包扎伫身躯，然后你嘛爱将你骹顶面太过的物件全部拢用清去，才会当进入到伫圣殿内面。所以耶稣讲，将这一切摕所有将摕任何物件的人，拢甲赶出去，因为咱看见侪人拢无遵照这个规定，因拢掠做讲圣殿是家己的，因拢掠做讲到伫这个所在，伊会当照家己的心意。所以耶稣非常想个将全部的拢赶出去，因袂记你讲因性命的源头是啥。当这人来到伫圣殿，因袂讲圣殿是一个祈祷寻求上帝的一个所在。因想的是只有家己尔，伊想的是为着家己好尔。因来到上帝面前是为着家己的好、家己的利益尔。因却袂记真正来到伫上帝面前，毋是为着家己的好尔。来到上帝面前是发现家己是不足的，发现家己是爱谦卑到伫上帝面前。其实认真想，咱的内心嘛亲像圣殿一样，在买物件。有时认真想，可能即摆你伫做礼拜时，你可能嘛伫想你咧烦恼的代志。可能你即摆嘛咧想一寡你等下礼拜结束要做的代志。有时阵咱的心可能嘛亲像这个圣殿一样，亲像圣殿咧买物件，亲像一个菜市仔一样，非常的差，互做的代志拢占掉的。但甚至咱可能认为讲理所当然啊。我想当时耶稣看见这圣殿内面伫做买卖人，伊可能嘛认为讲这当然啊，大家拢安尼做啊，大家拢是安尼做啊，大家拢是安尼做，所以不要紧啊。但是当大家拢认为不要紧的时阵，当大家拢认为讲安尼是合理的时阵，就无可能带来一个改变，无可能带来一个更新的开始。所以，当耶稣讲将一切拢赶出去，讲这圣殿应该是真做是一个基督的圣殿的时阵，耶稣咧讲啥？爱真做是一个复兴的源头。耶稣咧讲，来到伫圣殿，也是咱的性命，用基督真做是一个复兴的源头，恢复原本应该有的模式，恢复原本应该有方式，毋是用家己想象的。毋是用家己所想象的，认为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来到教会，我的信仰就是安尼理所当然。但是更较重要，耶稣用这个行动，互咱看见，咱生命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代志，认为是非常混乱的代志，认为非常黑暗的代志。耶稣讲，一切来除去，互咱心灵有一个新的更新，互咱心灵有一个新的改变，透过祈祷。透过来追求上帝的心意，透过来含咱的主3000军的事，来找到伫圣殿，找到咧咱生命真正的意义。当咱忽略咱的生命，特别是咱人命经历的重要，咱的生命可能就渐渐衰退。可能咱嘛无认为，咱可能嘛无认为讲生命衰退啊。所以咱不断爱用祈祷，和上帝建立关系，去不断恢复、更新甲上帝的关系，也更新咱安怎看家己，安怎看上帝。所以第一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咱透过咱的祈祷，真做是咱生命复兴的一个源头。咱拄啊过了春节的假期，我想春节假期咱一定会做一样代志，就是咱会将咱的厝好好摒扫，咱会做一个大扫除，咱会将咱厝内原本无的物件澹掉，厝内的物件全部拢做一个新的整理，互厝看起来非常的舒适。我想新的一档，咱嘛会当开始做一个选择，咱嘛会当叫家己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的生命，我的内在，互我开始有一个新的改变。互我会当做一个祈祷，对主讲主啊，求你互我每一摆含你祈祷，含你3000军的时阵，拢真做是我生命更新复兴的源头。互我的生命会当真做是透过祈祷，含你3000军，会真做一个复兴更新的源头。将我生命中原本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代志。我生命中，我可能看做是不要紧的代志，可能我的生命中
就亲像咧做买卖钱样，无法度争落来，求上帝帮助咱，咱向上帝求讨，向上帝祈祷，主啊，将这一切来刷开我的生命，互我的生命只有你，互我的生命只留落空间互你，互我的生命只留落空间，会当来含恁三千群。所以，第一无数咱大家做伙分享，来透过祈祷，真做是咱生命更新复兴的源头，也真做是咱教会复兴的源头。所以每一摆祈祷的时，每一摆礼拜祈祷的时，咱毋通认为讲，这就是一个天数，这就是一个天数。敬拜了进前就是一定爱祈祷，礼拜天数内面听闻了就是一定爱祈祷。每一摆祈祷拢是一个更新的机会，每一个祈祷拢是一个复兴的开始，每一摆祈祷拢是一个，互咱的生命，搁一摆含咱的主3000军的机会。所以毋通称呼每一摆咱会当祈祷的事，每一摆来到主的面前含伊3000军的事，这拢会真做是咱生命复兴的源头。第一项呢是万民同心的祈祷，就是互祈祷真做是一个。歹势，牧师袂记过一个投影片。所以牧师在咧讲的意思是，当咱扫除咱的内心，透过祈祷，真做是一个源头的事。咱就会当想到伫保罗先生伊所讲《哥林多前书》第3章16、17节讲，皆毋知咱每一个拢是上帝的圣殿吗？皆毋知咱每一个拢是上帝的圣殿吗？上帝的灵住伫咱的内面。若是有人毁坏上帝的圣殿，上帝有缘毁坏迄个人，因为上帝的圣殿是圣的，这个殿是咱每一个人。其实咱每一个嘛是圣殿，其实咱每一个嘛是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圣神住伫咱的内面，上帝的神住伫咱的内面，咱有缘嘛是迄个圣殿。所以咱有缘爱扫除，拄啊牧师所讲，这一切无小伫上帝心意的。所以这个圣殿嘛袂忽然间就走出来，这个清气的圣殿嘛袂忽然间走出来，这个真做是一个敬拜的空间、祈祷的空间的圣殿嘛袂忽然间走出来，这需要起造，嘛需要付上代价。在伫咱敢愿意做一个决定，但是当咱愿意付这个代价，愿意重新起造咱的生命，重新起造这个咱的圣殿的时，却嘛是含咱的上帝更较亲近的一个过程。这必须互相代价。这可能是一个重新起造的过程，但是这嘛是一个甲咱的上帝更较亲近的过程。第二项，牧师要和大家做伙分享的是，万民同心的祈祷，互咱的祈祷真做是一个芳芳的祭，互咱的祈祷会当真做是一个芳芳的祭。耶稣甲遮个伫卖物件的人讲，嘛甲边仔法利赛人讲，甲遮众人讲，圣经记载上帝话讲，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你却互伊变做是土匪仔群。其实圣经内面，咱若看国语，特别是华语的版本，伊是讲贼。咱可能想讲贼，可能就是贼仔嘛，就是小偷。其实伊原本意思是，伊是用暴力的。伊是用抢夺的，毋是一般就是走去人的厝偷摕物件这种的，伊是去抢夺，用暴力的方式去得到的。所以耶稣讲，这种的人原本是一个祈祷，因却用家己的方式想要得到。所以耶稣讲，圣殿无论是教会还是咱家己，拢爱真做是一个祈祷的殿。当耶稣讲这句话，伊讲是上帝的话，伊是出自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7节。咱看以赛亚书先天安怎讲？伊讲我要引带我引到我伫我的圣山，互因伫我的祈祷的殿中来欢喜。因的燔祭甲因的祭物，我伫我的祭坛拢要得到接纳，因为我的圣殿要真做是万民祈祷的殿。当先天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阵，伊是对所有人在讲。咱后记得去看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以赛亚毋那是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在讲尔，
伊是咧讲，伊是对全部的人咧讲，伊咧对外邦人讲，对所有相信的愿意上帝来祈祷求讨的人讲的。只要愿意来到伊面前伊祈祷的，伊讲，拢要得到上帝的欢喜，拢要得到上帝的接纳。伊讲要诚做是，伊讲伊的殿要诚做是一个万民祈祷的殿。所以当咱当心会祈祷的时，当咱愿意来到上帝伊祈祷的时，上帝这圣经怎讲？圣经讲，伫伊的祈祷的所在得到欢喜，得到喜乐，然后嘛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祈祷是一个上帝欢喜的代志。当咱上帝祈祷，咱看经文安尼甲咱讲，是上帝所欢喜的一项代志。所以咱嘛学习用来建立一个用祈祷做根基的教会。咱嘛学习咱的教会，咱的性命要用祈祷，诚做是咱性命重要的根基。望祈祷的声是不断充满伫咱的当中，无论伫咱的教会，无论伫咱的礼拜，无论伫咱每一届的聚会，也是伫咱个人的性命，伫咱的家庭，咱拢用祈祷的声不断充满伫当中。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讲，伊所祈祷的。上帝嘛伫遐得到喜乐，得到上帝的欢喜。所以伫诗篇第141篇第2节，诗人安尼讲：愿我的祈祷亲像一样摆列伫主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咱看见祈祷亲像到伫上帝的面前。咱看见当咱举手祈祷的时阵，就摆列伫主的面前。启示录第5章第8节嘛，安尼讲，伊讲每一个长老拢摕着满满的金炉，这金炉咧底啥？底着每一个信徒的祈祷。伊讲这金炉内面的香拢是每一个信徒的祈祷。所以当咱每一届祈祷的时，当咱每一届同心祈祷的时，咱的祈祷就到伫上帝的面前，摆咧伫上帝的面前。上帝非常珍贵，非常保守咱每一个伫伊面前的祈祷，嘛诚做是一个芳芳的祭，到伫上帝的面前。咱伫即马，咱无烧动物，咱无用这个以色列人方式在敬拜上帝。但是咱用即马另外一个方式，是用咱的祈祷，用咱对上帝所讲的，用咱的心对上帝所发出的，诚做是一个芳芳的祭，到伫上帝的面前。所以众人祈祷的香味，毋但嘛到伫上帝的面前，其实嘛，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教会中每一人嘛会当感染到这个香味。我想当这个祈祷的氛围，这个祈祷的根基，诚做是咱的教会重要的一个元素，重要一个文化，也诚做是咱每一个人生命重要的文化。这互相来感染着。当你的生命产生这个祈祷的香的味，边仔人嘛犹原会闻到你这个祈祷香的味，也诚做是咱的教会，今仔是咱个人属灵的一个非常水的一个产业。所以我想众人的祈祷，也是咱每一项的祈祷，拢会诚做是芳芳的祭到伫上帝面前。然后咱每一人嘛会发出这种香味，不仅毋但互咱家己通了解上帝恩典，也互咱四周的人通了解，也闻到上帝伫咱的教会，也是咱个人抗了的恩典。所以，这无需要和大家来分享，万民同心的祈祷，也互咱的祈祷，诚做是一个祝福的时刻。互咱的祈祷也诚做是一个祝福的时刻。历代志下卷第6章19节到20节安尼，伊圣经安尼讲：祈求耶和华，祈求耶和华听仆人的祈祷，的祈求。耳通听仆人伫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伫早起、伫暗时犹原看顾，就是你应允为着你名所立
的所在，求你听你的仆人伫遮你祈祷的话。咱看见当咱祈祷的时，咱看见当咱有斗伫上帝面前伊求讨的时，伊无论是伫早起时，无论是伫暗时，伊有愿听咱的祈祷，伊有愿伫咱无论伫啥物款的时刻，当咱发出咱的声音祈祷的时，伊就赏赐伊的看顾，赏赐伊的祝福的时刻，迄个时阵就临到。所以当咱拄咧讲当咱每一届有礼拜的时，咱拢有侪祈祷的时刻，咱拢有侪祈祷的时刻。我想当咱每一届祈祷的时刻，伫咱礼拜中祈祷的时刻，拢会真做是一个祝福的时刻。当咱每一届礼拜有祈祷的时刻，我所想这拢是会真做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时刻。特别我所来分享，当咱伫礼拜的时阵，特别有几项的祈祷的时刻。第一项，咱伫祈祷的时阵，咱会有功祷的时刻。当咱伫礼拜的时阵，咱会有功祷的时刻。其实简单来讲，功祷是啥？就是伫礼拜中有一个带领的。伫咱特别是第一堂礼拜是有书会，伊就带领咱做伙为着某一寡代志，咱做伙共同来参与来祈祷。有时阵可能嘛是迄个，有时阵是书会，有时阵可能是头前带敬拜而落的，也带咱做伙来共祷。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带领者带咱做伙为着代志共同祈祷。其实伫咱做功祷的时阵，也是伫咱当心祈祷的时阵，咱嘛会当用阿免来回应祈祷的内容，就是代表讲是啊，主，愿这个祈祷的会当来照你的心意来实现。咱嘛会当伫祈祷当心祈祷咧功祷的时阵，咱嘛会当回应讲哈利路亚，阿乐主。所以伫咱伫功祷的时阵，虽然毋是咱伫祈祷，虽然是有人咧带咱伫祈祷，但是咱嘛有愿。在透过祈祷的过程，咱嘛会当回应，咱嘛有愿透过这个祈祷的内容，带领咱祈祷的人，做伙来追求上帝的心意，也做伙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做伙来回应上帝伫这个祈祷中要带予咱什么款的提醒。所以这是伫咱礼拜中，咱有功祷，这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祝福的时刻。然后伫咱礼拜中，咱嘛有私人祈祷的时阵。咱嘛有私人祈祷的时阵，当然，这个私人祈祷的时阵，可能嘛是你家己离开教会的时阵，你家己伫你的厝内，伫个人的时阵，这嘛是会当称做是私人祈祷的时。其实，这个私人祈祷就是咱个人到伫上帝面前充满关系的一个祈祷。咱私人祈祷其实和咱的上帝建立关系上好的一个时刻，无论是欢喜的，无论是感觉哀伤的、困难的，咱拢会当到伫上帝的面前，伊来讲。无论是快乐的、哀伤的，还是任何的代志，咱拢会当到伫上帝面前，伊来讲，因为伊是咱的阿爸上帝。所以，毋免特别伫意讲别人安怎看我，毋免伫意别人安怎看我。更较重要的是，互上帝的同在，诚做是咱祈祷上重要的代志。是家己的内心甲上帝亲密的时刻。特别有时阵，咱咧礼拜的时阵，可能伫台前的人会邀请讲，咱做伙来祈祷。邀请讲，咱做伙开出来祈祷。也是讲，咱做伙来祈祷。有时咱可能惊讲我祈祷变人会听到。可能惊我祈祷可能祈祷了无好，变人会甲我笑。但是咱爱知，当咱家己祈祷的时阵，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毋免在意讲别人安怎看你。当大家拢在专心祈祷，无论开喙祈祷，还是进庙咧祈祷的时阵，大家是非常专心，每一件是专心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当咱祈祷的时，免在意讲边人安怎看，边仔人安怎想，重要是你安怎想。重要的是，你敢有将迄个时刻，上帝的同在，诚做是祈祷的重要的代志。你敢有真正将迄个时刻，诚做是你和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刻。所以，无论是公祷还是个人的祈祷，祈祷拢是诚做是一个祝福的时刻。
咱的祈祷就是靠伫上帝面前，搁一解承认家己的需要，而且甲上帝讲：主啊，真正需要我靠你。主啊，我真正需要到伫你的面前来追求你的心意。所以，咱祈祷的对象是上帝。咱祈祷的对象是上帝，所以咱着谦卑诚心来祈祷，因为上帝看咱的内心。上帝看咱的内心，当咱愿意非常真心来到伫上帝面前，伊祈祷的时，上帝的确照伊的旨意来成就一切。上帝知咱的心思意念，上帝绝对知咱的心思意念，所以唯一感动上的地，就是咱一个真实的心。唯一会当感动上帝，就是咱一个真实、诚实的心。所以，咱看重每一届祈祷的时刻，当咱诚心到伫上帝面前，迄就是一个祝福的时刻，迄就是一个改变的时刻，迄就是一个上帝同在伫你生命的一个时刻。互祈祷真做是一个祝福的时刻，互咱生命领受上帝恩典重要的时刻。所以，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搁一摆嘛，亲像头前的经文安尼讲。竟毋知，咱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这个圣神对上帝来住伫咱的内面，咱毋是属伫家己，咱是透过耶稣基督伊的生命赎转来，所以咱着爱伫咱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所以上好荣耀上帝的方法是啥？透过祈祷，透过祈祷追求上帝的心意，透过祈祷来建立和主更较亲密的关系。透过祈祷，搁一摆来思考咱生命的意义；透过祈祷，搁一摆来真做是咱生命更新复兴的源头。互咱生命真做是一个充满祈祷的圣殿，也互咱的教会真做是一个充满祈祷的圣殿。所以，无说搁一摆来邀请，毋若是伫主日的时阵，咱参与伫8点40开始的祈祷会。也是伫礼拜中，师会带领咱的讲道，也是伫讲道线，咱有侪带导的时刻。无说搁较邀请，伫礼拜5暗时7点50分，有全教会的恩典时刻的祈祷会。虽然这可能含大家时间可能你会感觉无啥拄好，礼拜特别是可能对上班来讲礼拜5暗时我已经下班了，我想要好好休困。可能对有一个人讲礼拜5暗时已经暗啊，我可能这和我原本生活的习惯无共款。但是无说搁一摆来邀请，透过今日经文，互咱思考，互咱的教会，亲像耶稣所讲，真做是一个万民祈祷的教会。互祈祷真做是咱教会复兴的源头，特别是咱教会要进入50周年的时，咱更加爱需要搁较侪祈祷，咱更加爱做伙透过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伫咱的教会，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作为是啥物？所以，愿上帝赐福咱，互咱每一个人拢真做是祈祷的圣殿，互咱的教会也真做是一个充满祈祷的圣殿，充满芳祈祷的香味，伫这个当中，互咱每一个人嘛透过祈祷，和主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透过祈祷，也搁一摆来追求上帝的心意。愿上帝赐福咱做来做一个祈祷，然后咱要来唱圣诗356首，咱要做伙来守圣餐，咱做伙先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你来祈祷。主啊，帮助阮，互阮不断了解祈祷的重要性，互阮不断了解来到主你的面前，和你3千斤的重要性。主啊，透过每一届阮的祈祷，透过阮每一届的求祷，你就来对阮的生命来讲话，你就来对阮的生命有新的提醒，互阮的生命有一个重新改变，有一个重新复兴的机会。主啊，也互阮每一届透过祈祷，拢互阮知，这是一个祝福的时刻。透过每一届的祈祷，互阮知，
你就是这个祝福的源头。主啊，帮助阮，无论是伫阮的个人，还是伫阮的教会，拢诚做是一个愿意祈祷、愿意热切、较无敬拜而乐你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帮助阮，互阮时常来含主你的三千军，也含主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也恳求主你透过等的圣餐，也互阮来思考主耶稣你向阮生命重要的意义。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先做伙来唱圣诗第356首，圣诗第356首，咱坐咧吟就好，咱来吟全首，咱来吟全首。念做你的名，对领受圣餐，来甲主相亲，用坚固相求，凭着你忍耐，将一切忧伤交托你手来。主，我这承受天你的真凭，因你的背来，笑念你的听。当我要放散地上的操烦，定心来享受赦罪的平安。当我要吟诗来付主恩赏，为我所必办大行之道样。当我要享受尽量来享福，甲主三交陪着永远快乐。拄起你我拢无放散。只可我求主，就会得平安。主啊，只有你，我就真满意。只可离开大胜利。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伫耶稣互人卖的迄一暝，有摕饼接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的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
有提饼来祝谢，所以咱着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即马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你的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才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爱来纪念我。这时，咱请旁边旁边的长老。当咱摕到时，咱会当来祈祷，搁一摆来思考，主耶稣拍破伊的性命，为着咱牺牲所付出的代价，带互咱每一个人新的性命的意义。求上帝帮咱，透过这个恩典的宴席，互咱搁一摆得到新的活命，得到新的快乐，得到新的恩典。你若无摕到饼和杯，你当通举手，互咱的长老通看见，伊会当摕到伫你的边仔。
这是咱先拆开咱的这个2合1的圣餐饼杯，咱先将咱的饼先通摕出来。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是咱先来拆开第2站。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的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恁大家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荣光你，阮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奉献头，在这里。咱起日来吟诵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伊所想事，报答我主。阿门。请坐。
我只是来报告。咱先来坐念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正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咱搁一解。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正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这是来报告。下主日是福音主日，咱要请江义军老师来分享甲见证。礼拜四咧是高林清长老。一个交通本会消息，咱今仔日是新春的圣礼典，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第二，本会定伫后主日要举行福音主日，咱要请江义军老师诗歌见证的分享。邀请兄弟姊妹尽量邀请无队友来参与。第三，小会公告。本会定伫2月23号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好会。名单咱家己注意，那需要更正的，请咱伫2月16进前来变更，拢会会当接纳。第4点，本学期的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咱按算到3月初2来查址。颁发的时间是伫3月23号。第5，詹牧师有提起祈祷的重要。咱本会的祈祷会有2个时段，就是礼拜日的早起时8点40开始，到9点这段时间敬拜俄罗的祈祷的时间，咱邀请下这做伙来参与。第2段是伫拜5的营7点50到8点30。文典诗曲全教会祈祷会。祈祷是真重要，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做伙为着教会复兴，做伙为着家庭蒙恩，咱的服侍得到稳定，做伙来同心祈祷。第6点，有2个婚礼祝福。第一，本会义经兄弟甲属灵姊妹的后生平成，要甲佳音姊妹定伫3月初1拜六下午3点半，伫安平要举行结婚礼拜，咱恭喜因。第二，张正玉老师甲慈恩牧师的大后生玉民兄弟，要甲高雄庄有家姊妹定伫3月15下午3点半，伫高雄德兴教会举行结婚礼拜。咱上时拢为着这2对新人婚礼的筹备顺利，并且为着因建立无稳幸福的家庭来祈祷。其他的报告请牧师补充。好，各位兄弟哈，咱来做几项的补充的报告哈。今仔日天气真冷，当时大家有哪无受阻动啦，做伙来遮敬拜上帝哈。即个寒流搁掺即个流行感冒吼，可能即两礼拜中间拢是危险期啦吼。所以咱有真侪兄弟拢搁甲口罩挂起来，安尼也是真好吼。挂起来是讲安尼表示加减少迄个感染的机会。咱大家穿好烧哦吼，穿好烧。咱即个几项的提醒啦吼，拄则已经报告了，但是牧师搁提醒。后礼拜是咱的即个福音主日。
啊，咱要比较亲像咱的即个幸福小组幸福福音主日名人讲座共款，咱期待讲后礼拜天气袂像遐冷安尼，啊鼓励兄弟吼，你招朋友，招无道友吼，啊做厝边隔壁做伙来参加吼。啊，伊即个见证吼，两项足重要，一项是伊是即个江老师吼，伊是女高音啦吼，啊所以唱歌就是伊的本行啊，所以有真水的歌声啊要甲咱分享。啊，搁较重要是伊迄个经历、迄个信仰的操练，啊要将伊的人生的属灵的体验，对上帝得到帮助，啊来做见证。啊，咱在教会会友当然是足好的造就，但是搁较要紧是希望讲透过即个来帮助真侪人，伫咧人生拄着起起落落的时阵，伊也有信仰的即个造就。所以若有无道友甲亲人朋友，欢迎咱招伊来吼。啊，2场礼拜拢有吼。啊，内容大概差不多，但是第1场甲第2场有小可无共款。啊，你若要2场拢参加嘛，足欢迎吼。啊，即个是咱文大学校，我拄则有落去楼骹看，咱有10几位兄弟来参加。啊，虽然呢无像旧年遐尼侪人啦，总是咱嘛是继续鼓励吼。若你有时间的好势，受感动，啊，请你呢会当随时加入来，甲咱的干事报名一下，伊会找手册互你。啊，咱能加入。啊，当然有的课程你无上到，袂要紧，你甲记录起来。明年若阁有办，啊，你就遐无上的课过来补，因为迄连贯性无讲介严，啊，若有听到，啊，咱就得到造就啦吼。欢迎咱来参加。啊，即个文大学校，咱过来是周报内底有报告着会员合会吼。啊，拄则嘛已经报告，毋过有提醒2项。头一项是咱即个合会的手册已经编辑差不多啊。啊，咱以往拢会是伫进前1礼拜先印小部分来，互咱的负责的同工区长啦，啊，咱的团长啦吼，啊，遮的中级看。啊，毋过拢会发现讲，我看了嘛是有修改的所在啦。安尼煞变做讲，安尼迄本印出来，迄本就做伙去啊，足无彩。啊，所以咱即边的咱的干事讲，伊今仔日若编好吼，要先用电子档哦吼，电子档互咱遮相关的报道者，你先看。啊，你爱好好啊看一下，啊有啥物修改，通好伫即礼拜内甲伊改学好。啊，咱伫后礼拜印出来就是正式版啊，就对吼。啊，所以咱即礼拜无要先印实体的哦吼，要电子档。啊，你若讲无寄互你，你主动来甲咱的干事摕，啊来甲看遐资料，你详细看，发名单啊、报告、消息，你的单位哈，比如讲以赛亚牧区，吼来以赛亚牧区对头甲看下尾，啊若无问题，甲咱的干事讲有啊，阮以赛亚牧区拢看了啊，足正确，无问题，安尼就对啊吼。啊，咱一个单位看一份足简单吼。啊，即个佮另外拄则嘛有讲到迄个名单的代志吼。咱教会为着要控制讲出色的，因为咱普通做礼拜，咱若讲2场礼拜，正常差不多400个吼。啊，如果400出头，若天气好，但是若2场合起来吼，有时颠倒人数无遐尼济。吼，2场合起来颠倒无遐尼济。啊，无遐济变啊，到时若讲咱的会友数有遐济吼，啊，你若无到一半，会产生讲流会，啊，就无采咱咧办啊吼。啊，所以咱咧有小可有一点仔迄个技术性的做法，就是讲有一寡有时出外，有时袂当来的兄弟吼，咱甲控制不可抗力。啊，不可抗力嘛是正式会员哦。你莫想讲啊，那甲我规伫遮啊？毋是啦，就是讲放伫遮，因为你有时出外，有时出国，有时伫北部，啊，所以若有转来拢算会员。啊，咱用即个在职的会员来过半数，安尼要生活就足顺遂。啊，咱有2个拜托，第一个就是讲，你若真正迄天23号，你都时间袂好势，啊，佫真正时间拨袂开，爱出外，你来甲咱的干事请假。啊，你若有参加小组，吼，伫牧区的，你甲你的小组长讲，啊，迄天我真正袂当爱请假。啊，请假毋是讲哇有啥物偌严重，是讲咱爱较会当确定人数就对啦，吼。啊，咱因为迄天迄个合会煞，咱有分便当，啊，咱嘛爱确定讲偌济人要来，要订便当较好订啦，吼。啊，意思讲大家互相配合，会友来甲教会，安尼好啊配合，互咱人数抓了较精准就对，吼。啊，所以若有
若有迄个名单有要请假，咱若跟个干事讲，也是甲咱的小组长讲。咱若有迄个无队友的名单，嘛咱提供互咱教会，人甲登记起来，人做一个参考，安尼参考。若有名单有订单，也是老交的，咱伫即礼拜来赶紧来讲，安尼还佫会覆盖吼。即礼拜来若无，咱印落去只好就甲你记录伫咱的手册内底，记录伫咱的议事录内底啦吼，也是讲记录咱的周报内底安尼尔吼。咱春天到嘛足欢喜吼。咱有2对的青年，要来结婚，拢是咱教会真熟的青年啦吼。一对是即个品成甲佳音吼，3月初1下晡，要伫安平是户外的吼，所以伫安平无伫教会。拄好第二场的迄个婚礼嘛是义民吼，已经做医师吼，甲高雄的庄友家姐妹，伊讲我有听到慈恩牧师讲，因会选择伫高雄有2个原因，一个是讲因的亲族拢伫高雄较济，别个女方啦吼。第二是咱义民兄弟吼，伊伫来读大学进前拢伫高雄出身，伫德成教会，所以因就是讲用遐来做主场来做仪式吼，所以有可能咱有的兄弟要参加较无方便，所以咱这边吼提早公告即个消息，就是讲，互咱兄弟知影有即个消息，吼。若有想要参加的人，你通好安排你的时间安尼吼。以往吼，咱教会若是有婚礼的消息，拢是公告2礼拜啦吼。因为后来呢，有一寡青年要结婚咯，因需要登记参加喜宴，所以有时拢2、3个月前就咧牵啦吼。你茫想讲哪会就是婚礼消息牵遐侪摆？有时是不得已啦，就是讲爱互咱知影要参加的人爱登记嘛吼。即2场的婚礼是毋免登记，因为因的时间甲地点无相共。毋过咱教会就是讲有一个原则，就是讲若有接到消息，先甲报一个，互咱会友知影讲有即个婚礼，我通安排时间参加。但是中间会佫停起来，到要开始要举行进前，再佫来牵，互咱知影讲有即个消息来知影，安尼就会使吼。安尼互咱感觉讲安尼，即个消息较袂重复报伤侪摆就对啦吼。好，最后佫一项就是讲，咱爱心午餐今仔日有恢复我看咱的同工足用心吼，因为足寒吼，所以就特别即马准备一个保温的，下骹有点仔烘烧烧吼，安尼较袂食冷菜就对啦吼。有员要甲咱提这顶间有口头报告吼，因为咱即马有咧咱的即个文都学校拢伫3楼，你若礼拜煞等下吼。礼拜煞，咱就10点半以后，10点半以后才入去，因为内面咧上课嘛，你入去会共吵着吼。10点半嘛，毋是介晚，所以咱小等一个伫外口坐一个，等因下课，咱入去来食第1顿礼拜煞的餐点。若讲你时间佫有量先落去楼骹咱嘛有心灵传教的嘉宾厅，大家真好的交陪安尼啦吼。最后佫祝咱伫即个春节未完成就到元宵节才有结束吼。即个天气真寒冷，大家要保重咱的身躯吼。早暗天气足冷。伊听讲即边的寒流从去年到即阵已经26天是低温的啦，26天啦是低温吼。低温咱大家拢会晓防止咱台南部都比北部较无遐寒，但是安那呢？惊是惊咱无注意早暗介冷咱即马冷气降了后外口冷，咱会当注意嘛。但是即马换厝内嘛冷，厝内嘛冷，就像你拢住伫冰箱内底所以厝内会冷得较麻烦所以爱保温骹啦是头壳啦爱保温，咱特别年纪较有诶保重咱的身体互咱会当平安度过即个寒天用安尼甲咱补充报告，好，咱个时间到，咱释会。咱起咧来吟红颜上扬的诗歌，吟诗煞请詹牧师祝祷。天光归乡白兄弟，天光相行相信三位一体，在地天在地天。
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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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来别倒，来散会。咱今日礼拜到这，咱互相请安。